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这是就市的公司合作力鹏，这个纺织厂为伫个桃园杨梅的年经厂，伫个昨暝发生着火灾，现场是浓烟散雾，传出着火光，加在紧就来拍花，无人伤亡。但是大量的乌烟伴随着有害的物质，造成着污染。桃园市长周善政伫个火灾后2点钟，就来打出着文章，请杨梅甲新竹湖口的居民都要注意空气的状况。网友是学老讲，真有效率。万一有化学品风力烧袂去啊！火真严，阁一直出乌烟，消防人员赶到现场赶紧拍火。桃园杨梅区的日片工厂火烧厝真歹味，附近的民众拢真有感觉。哇，那个塑胶的味道啊，很臭，很臭，不好闻而已啊，就是有一个烧焦的味道这样。对。火伫1点钟后拍火，加在无人员伤亡，不过现场拢是乌烟，阁有挥发性的有机物，环保局mau到现场监清。第一时间呢，在下风处我们测得到它的总挥发性有机物的浓度达1.6 ppm。桃园市长张善政骹手真紧，导火时间伫暗时7:05分，张善政伫9:46分就抛出文章，提醒附近的乡亲要注意，因为工厂翕烧会产生一寡污染的物件，住户应该将窗门拢关起来，避免出门，甚至会挂喙安。嘛讲7点到9点是吹东南风，9点半以后吹东北风，恐惊会影响到杨梅甲新竹的乌棒。环保局持续到现场监测，确保空气的品质。这个新北市深坑的仓库导火，有害物质扩散到双北12个行政区，影响几啊百万人，引起民怨比较起来，网友真俄罗有效论。那我们现在是因为生意品很好啦，所以可能会稍微影响到这个客户的交货期。先做的就是先跟客户这边协调交货的部分，就延个几天。日平是上市公司今日一开盘，股票就落价。环保局嘛将持续稽查，确认讲敢有违反空污法，嘛要求妥善处理火灾废弃物和伤害降到最近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